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要送一个最好的礼物啊，给大家结个缘。因为释迦佛陀呢，留在世间里面最好的佛法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：十方众生啊，我最真实的佛法当中就是要告诉一切众生，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神识是不会中断、不会间断的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本体是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清楚的概念。第二个呢，佛陀讲说我们健壮亦不长，你再怎么健康，再怎么强壮，你都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的常态，那固定的形态是不可能的，随时都会瞬息万变的。这个第二个观念大家都要知道。第三个观念，善恶亦不失啦，你做善做恶是不会消失的。所以古人曾经说过做善会回到身边来，你做恶会留在身边。所以天理昭昭报应不爽那么从古至今都无人例外的，无人例外的。所以做善一定有善报的，这一点呢，大家必定要很清楚。第四个呢，要告诉大家是佛陀讲的他说万法虽皆空但是因果却不空。万法就是我们一切都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都是空的，真的是空因为没有一个让你支配、让你使唤的。但是虽然是如此，但是你的因果却不空你种的善因得到的善报种的恶因，那你有个恶果，恶的果报，那这是必然的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逃避。所以这个最好的观念，最好的这个礼物要送给所有十方的众生，我们让我们的信徒都能建立一个正知正见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认知，那么以后大家都往生很好的地方。感谢大家。另外呢，我们了解到在这个世间非常短暂，所以我们必然一定要很清楚，就是我们有三种不能等我经常在世界各地告诉所有的这些莲友们，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三种不能等。第一种就是行孝不能等，孝顺不能等不能等。父母还健康的时候好好的能够不但要孝敬他，还要顺从他这个是我们必然要知道的行为。第二种呢，是我们行善不能等，做好事情只要我们一口气在，有能力所及，我们一定尽量去帮助大家，这行善不能等。第三个呢，很重要，就是念佛不能等念佛是佛依这个名号来救度苦海众生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每一个众生都应该要很清楚，如果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依照这种方式，那么在人生的修行道路上一定会一帆风顺另外呢，因为今年是一个新的年度开始马年开始，师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而且万事吉祥那么更重要的是，希望你们的道业精进，福慧双修然后念佛的信心非常的坚定，非常的坚定然后在每天都能够安康、幸福、快乐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